聖經腓立比書3章20節，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，並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降臨。我哋信咗耶穌基督之後，我哋係天上嘅國民。今日在地上我哋活着，在教會嘅裏邊活着。教會唔係國度，呢個國度係講緊將來嘅嗰個千禧年國度。當我哋信耶穌基督之後，我哋係天上嘅國民，我哋嘅國籍喺天上。教會唔係國度，教會今日係為主做見證，等候着耶穌基督再嚟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信耶穌基督之後有一個好寶貴嘅盼望，叫做榮耀嘅呢個盼望。呢個榮耀嘅盼望就係我哋等候着耶穌基督嘅翻嚟，從天降臨。佢嚟嘅時候，教會要首先在7年大災難前被提，空中與主相遇，好得無比。求主幫助我哋將呢個嘅盼望能夠活出嚟，堅定嘅信耶穌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